后来镜头扫到立法院，国民党的立委郑丽文，咧甲行政院长苏贞昌质询的时阵，起冲突、小呛度。郑丽文质疑着这苏贞昌花片争取着核子动力的畅水感。郑丽文讲，行到时阵第一个投降的就是你苏贞昌。苏贞昌是当场甲花呛讲，袂像恁遐尼啊，袂见效。国民党要求苏贞昌来道歉。也不过，苏贞昌也是坚持立场，讲伊是做行政院长应该做的代志。佮讲郑丽文是叛徒。投降最好，总是要我们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，第二个是蔡英文。权力也更小了。你院长暂停，什么叫做我更小？都是这段话，和国民党的立委郑丽文冲去头前要找行政院长苏贞昌理论，不过昨伫质询场的尖峰上对决愈谈愈大。造谣无端说总统会第一个投降，这影响国人民心士气何其严重！不要把蔡英文拉在党你前面，你是第一个，知耻近乎勇，做错事情就要道歉。这没有什么好可耻的。双方拢有家己的立场。郑丽文伫国民党的小厅开记者会，要求苏贞昌出面回释咧。不过苏贞昌的发言，咱会听起来都那是甲郑丽文自立专拿的旧效果并一摆。一定要愤然抵抗叛徒，秉然纠正谎言，挺身拨乱反正，做我该做的事。过去的陈年旧事，他想要干嘛？他要算什么账？苏贞昌院长，你不道歉，我们看到你一次就骂你一次。这样的杯葛动作只会留下他在配合习近平的谈话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一直到闭巡才恢复正常，拜五更有可能因为双方拢有家己的立场，各一摆出现杯葛。